湯家驊議員，多謝主席。梁家傑議員，多謝主席容許我發言。主席，一個咁大嘅即係發展計劃咧，咁就當局時不時嚟立法會度做彙報，當然係好事嚟嘅。咁但係即係局長今日所提出嘅資料咧，就冇乜新意，亦都喺嗰個即係解答好多問題方面咧，亦都唔得即係到位。我只係提出兩個比較簡單嘅問題，希望可以答得到。咁第一個問題就係話，即係點樣去令到當地嘅居民可以復耕咧？咁頭先局長就提及到就話受影響嘅農地咧係大約20幾公頃嘅。咁喺個文件度咧，佢就話而家保留咗54公頃嘅農業地帶，但係佢係用保留呢個字。咁即係我嘅理解咧，就即係話而家呢啲地帶咧係有人喺度耕緊嘅。咁我想問問可唔可以講得清楚啲？呢50幾個公頃有幾多個公頃係俾人耕緊嘅？定話全部都俾人耕緊嘅咧？如果全部都係嘅話，你要將即係被影響嘅人士去復耕，咁即係要踢走現有嘅人，然後即係放到受影響人士入去，咁你點樣去處理呢個問題咧？呢個第一點。主席，第二點咧就有好多嗰啲所謂寮屋嘅居民，佢哋有好多咧已經喺新界東北住咗幾代㗎啦。咁寮屋咧喺法例上咧係毫無地位，亦都毫無權益嘅。咁局長可唔可以喺度詳細啲講少少，就係話佢哋點樣去補償到呢啲寮屋居民所受到嘅損失，特別佢生活質素嘅損失咧？佢會唔會係修改法例，係令到啲寮屋嘅居民可以有啲實際嘅法律上可以認許嘅一啲補償嘅權益？好，主席，我請李處長解一解個復耕嗰度，然之後秘書長補充一下個寮屋居民嗰度。好，先解唔該。係有關嗰個耕地嗰度咧，我哋而家掌握嘅資料咧，剛才提到咧，就係話喺個新發展區發展入邊咧，即係我哋被我哋影響到嗰個即係常耕農地咧。根據我哋嘅估計，大概喺22公頃度。咁但係呢方面嘅資料，我哋都會繼續會去再更新跟進。但係喺我哋現時新發展區入邊，保留咗做呢個農地咧，有54公頃。喺呢54公頃入邊，係有一部分咧係現時已經係耕作緊嘅，並唔係話全部嘅地方咧都可以提供到俾人復耕嘅。正正係因為咁樣嘅原因。有幾多啊？個問題係？我冇個總數喺度，因為而家現時嗰度咧都有好大部分咧係現時人耕緊嘅，所以佢並唔係話可以提供到咧頭先我所講嘅22公頃受影響嘅全部提供得晒。咁即係話受影響人士咧，未必個個人都可以復耕到啊。喺呢個區裏邊，正正因為咁嘅原因，我剛才都提到就係我哋已經係同呢個食衞局啦，同埋呢一個漁農自然護理署咧，喺鄰近呢個新發展區旁邊嘅地方去揾緊睇下有冇合適嘅農地係可以提供到一啲俾受影響而有興趣復耕嘅農戶，等佢哋可以去復耕。咁你有冇把握係可以攞到足夠發展一啲足夠嘅農地，可以容許所有被影響人士復耕咧？我哋正在係從呢個方向係努力緊。關於第二個問題咧，就跟翻我哋現時喺新界收回土地或者清拆嘅補償安置嘅安排咧。其實如果你係漁農護理署係證實你係農民嘅話咧，我哋有一個農地嘅遷置嘅政策。咁我諗好多以前已經係立法會嘅議員咧都好清晰，就係話佢可以咧就去買啦或者租一個私人嘅農地咧，就申請一個短期豁免。咁佢都可以起翻咗咧，我哋住用嘅咧就唔大過400平方尺，同埋唔高過17尺嘅。咁另外咧，如果喺私人農地或者係未批租嘅政府土地裏邊登記嘅住用構築物咧，譬如頭先議員講所謂嗰啲寮屋，如果有登記嘅話咧，如果佢符合嗰個現時嗰個嘅資格咧，嗰個核准嘅佔用人咧係可以咧係申請嗰個租住嘅公屋或者中轉屋嘅。咁呢個係現行嘅安排。咁頭先我哋都講咗啦，我哋都睇到呢個嘅賠償、呢個補償同埋嘅安置安排咧係有改善空間。咁所以我哋而家咧都係進行。但大部分呢啲人咧，其實佢就唔係想去公屋住嘅。如果係，佢都唔會走去嗰度住啦。咁所以你要考慮嘅就係點樣去？我頭先提及到就補償佢，保持佢而家嘅生活質素。佢而家生活質素就唔係喺公屋嘅生活質素，而係一個即係鄉村地帶居住嘅生活質素。咁政府係會唔會喺呢一方面去着眼諗一諗？
即係正如復耕咁樣嘅政策一樣，係令到呢啲受影響嘅寮屋居民都係即係有屋可住，同埋盡量係安排翻喺呢個鄉村嘅地帶居住咧。我諗我哋喺第3次嘅公眾諮詢就聽到好清晰，即係居民嘅訴求啦。咁我哋都係即係盡量將個影響減到最低。